考到我，新北市中和景安路一个12路口的店头，为了家己的方便，用花卡甲店的门卡口人行道规个箍起来，敢若留一条细条的路要互人过，来来去去实在真无方便。店头进一步解说，讲因为遮过去捌发生严重的车祸，才会安尼做。也毋过这款的行为，警察讲已经严重违法啦。 交叉路口车来来去去，行的人嘛真多，但是详细看，奇怪，乃伫咧人行道的路口摆10几个盆栽，直接来将路挡起来，敢若留一条小通道要互人经过。有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会没有路可以走。最好啊，叫他这个搬开，而且可能会造成危险。 有民众伫咧面册铺文讲，伫咧新北市中和景安路顶面，有店家甲家己厝内的盆栽挡伫咧斑马线出入口，来甲头家反映，得到的态度说是一副无要无紧，逐工经过毋但爱来闪盆栽，搁爱来闪人，敢讲拢无法可管。 走着走着，原本宽敞道路怎么被盆栽挡住一半？民众直呼好不方便，店家却有话要说。确实，那个是我的私人地，今嘛是阳光处。 公务局城乡局要做起来，一次解决。正确，这个是我的私人地，还是公有地？过路人不方便，都是找我的麻烦。提出证明，讲家己无违法，讲是因为路口的车实在是真多，捌发生过车祸，才会放盆栽来咧自保。不过警方表示，这已经属于是公家的路，袂当将民众咧行的路来挡掉。目前已经开出限期轻度的通知单，就要伫咧规定的时间内底改善。就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》第82条1项1款的规定。 它是可以开罚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的罚款。我们在7天内会做复查，如果复查还是没有清掉，我们会会同环保局来把它做清运的这个动作。警方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因为家己的方便小贪软鸡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